好啦，然之後係第15條啦。15條就話咧一個正方體啦，佢嘅邊長係60 cm， 然之後有個 right 嘅 circular cylinder 咧，佢嘅體積咧係等於正方體嘅體積，然之後佢嘅曲面表面積咧係等於正方體嘅總表面面積。就問你個半徑係幾多？好啦，咁要做呢條題目咧，我哋會 set up 兩條式。第一條式係曲面面積 ，OK？ 佢嘅曲面面積係2πr_h。如果我叫佢 h 嘅話，佢就會等於正方體嘅總表面面積，就係6乘一塊面60嘅二次，60嘅二次得唔得？而佢總共有6塊面，所以我就乘6。第二條式係佢嘅體積，佢嘅體積係等於 πr 次 h， 會等於呢一個體積，即係60嘅3次。呢個係2號式，呢個係1號式。我哋話2號式除1號式就會得到 r 除2會等於10。點解係10？因為60乘60乘60除60嘅二次再除6就係10嚟嘅。呢度點解係 r 除2？因為派同派弱咗 ，h 同 h 弱咗，呢個 r 弱咗，呢個 r 死咗，剩翻 r 除2。r 除2係10嘅話，r 就係20。答案係 A。